没有，我一直讲过，针对追踪器的问题，大家都很关切，我已经正式发表了声明，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去赘述，请大家参考声明。好了。不要闪光灯，可以不要对着吗？来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停标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行了，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闪光灯往上，小心啊，好吗？不好意思哦，这边。骑着一台野狼摩托车，看到 American Chamber 会员进来，哇，都是感觉大老板来，Big Boss。那今天再来，感觉跟各位美国商界的企业界在台湾的好朋友共聚一堂，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奇幻的一场演讲。这在38年以前来讲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说，跟美国商会结缘应该是很久以前就结缘，所以再一次要感谢美国商会今天热情的邀请，而且特别重要，非政治性的演讲，好吧？谢谢，开始。会后会再提供他演讲稿好吗？不好意思哦，就可以被。谢谢各位新闻界好朋友。跟我站这里。对，站着还是蹲着？哎，站。我们已经发布声明了，一切以声明为准。谢谢。这是不提告吗？自问，你说什么有？请蔡总统扪心自我们在声明里面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，在这里就不再赘述，好吧？你说无谓的提告，为什么是无谓的提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这个是不要逼你做无谓的提告。没有，我一直讲过，针对追踪器的问题，大家都很关切，我已经正式发表了声明，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去赘述，请大家参考声明。所以你有针对美中台三方问题跟他们做论述吗？有，我也讲美中贸易大战之外，台湾的处境，我们必须要更谨慎、更小心。因为事实上，台湾处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之间，我们相对的会比较容易受到伤害，所以这方面我们大概也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。我在核四这个立场那边，真的在国政论坛的时候都表述得非常清楚。有2个前提之下，如果我有机会为中华民国服务，一定会重启核四。第一，人民同意；第二，安全无忧、安全不害怕的情况之下，核四必须要重启。我讲得非常清楚。来。